这个风台已经扫过菲律宾，刷落来会转越转北平，往咱台湾的方向来，真有可能是拜三的下半工登陆到台湾，登陆的所在以台南甲嘉义的几率上大。气象署等一个5点半，就会来发布到海上的警报。明仔载顶半工来发陆上的警报。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波效应的影响，宜兰花莲甲台东爱严防到地灾性的落雨。有真侪农民甲渔民拢已经提前做准备。既然乌石港渔船赶紧靠岸，就惊风台来，刷落来风雨有够透。船长今天都休息，对不对？哦，开始休息。看海洋的船，业者同款提早做准备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乌石港看海洋的船10号开始停航5天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现在这边呢，过去可能船只都是用1条2条的粗绳索来固定，因此其实船家呢都是多了2到3条的绳索来固定。今仔冲涌街目前小月，平常时要是会营业，不过风台来进前大门锁掉咧，业者同款歇困5天。怕财产不见，刚放到了怎么办？对啊，台风还要把那个海风东西都清掉啊。那船内业者、农民嘛头壳摸咧烧，因为三星厂惊水，做些人赶紧收收。大未打出计小的话。金先生10号透早采收卖70斤，希望减少损失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的三星厂拢会当采收，因为有一寡已经喷农药，就爱等药期。另外，就算下府抢收，搁要用电风甲厂吹好打，就惊运送的过程变黄，同款卖袂出去。镜头转去台东，农民嘛足紧张。你即马套袋搁伤早，从久内底伊个食会歹，搁会产生蚜虫。台东今年互国内风台搅乱，原地石刻的数量就剩无济，就惊已经熟的石刻搁风吹落来。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，尤其东北部已经开始有感觉，就惊刷落来搁再影响台湾，大家拢唔敢大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